彰化市人口有22.6万人，是彰化县人口上侪行政区，其中65岁以上的时代占18%。县政府即马就当地规划要开1亿7千万，甲向阳社区的活动中心打造做多功能的长照大楼。不过当地意见是罢款，连地方的代表会嘛反对，所以即马这个规划案暂时撤案。 老大人伫室内活动开讲，气氛真热烈。彰化市向阳社区活动中心是当地老大人上爱来的聚会场所。不过彰化县府有家伫遮打造整合式长期照护维护大楼，爱甲旧的建物拆掉，再搁起新的大楼，民众有的赞成，有的反对。当然唔敢贵，唔敢，咱有较好，对以后咱的养老、咱的育婴拢较好，是毋是？咱选择较好的方式安尼？你拆落，中间的这段时间。 本在老外要倒，你要安怎做拢可以，都莫拆安尼就好啊。吼，去别位拆，去别位起。彰化县卫生局讲，当地老化速度真紧，并且顾及20层的需求，要用1亿7千万兴建长期照护维护大楼。1楼相关是活动中心使用，2楼到5楼规划托婴中心、湿地加辅具资源中心、日照中心加梦想馆。尤其彰化市人口密集，土地歹势，向阳社区活动中心属有市公所土地地段好，经过800平的基地，希望各界共同来促成。 主要是这个地方的老化跟少子化之后托婴的需求真的是太快了哦，因为土地在都市地区的土地一地难求，它实际上是用整体的考量哦去做这样一个案子的一个规划。 1亿7千万经费由卫福部补助3378万，其他由彰化县府家己出。希望处理彰化市公所土地使用同意书了后，年底顺利来发包。也阁有地方意见无同，代表会表达反对，市公所因此决定暂时来提案。县政府对民众的说明似乎不够，所以民众还有相当多的疑虑，也要提供更详细的规划书让代表会来说明。 所以这案我们先自行撤回，但是还有提案的机会。市长林世贤强调，彰化市的长期照护需求真急，提案不是放弃，而是后续会请县府提供更加详细规划书，并且向民众充分来说明，处理社会共识了后，才会过来提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